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9号，这期咱们聊一聊这个 AI 换脸诈骗乱象。最近这个 AI 风生水起，人工智能大模型春节以后风起云涌。AI 在中国出圈以后，持续渗透社会各方各面，带来的机遇的同时，也引发舆论日益担忧新科技被误用滥用，导致社会失序，风险加剧。在这一次召开的两会上，不少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针对 AI 换脸拟声问题频频开炮。也就是现在咱们在自媒体上面、社交媒体上看到很多这个看上去是明星或者是名人，他的脸要么是他的声音做的节目，有的是在卖广告，有的是在讲什么一个道理，有的在播新闻等等，真假难分。所以这些代表呼吁监管要勒紧缰绳，针对 AI 换脸拟声这个问题频频开炮。今天新加坡联合早报他刊那篇文章叫整治 AI 换脸诈骗乱象，成今年两会热点。刚才也说了，有人利用 AI 技术换上这个明星或者名人的脸，他用于诈骗。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居民的男星靳东表示，他说有影迷遭 AI 靳东骗得很惨，认为相关行为性质非常恶劣，希望有更好规则管理。另一方面呢， AI 的胡说八道、幻觉度高问题本周也受到更多中国舆论关注。也就是 AI 作为一个工具，好的一面虽然也有，但是我们老百姓韭菜还没感受到，但是它这个恶的一面已经让人领教。当然工具本身没有好坏，只有用的人有好坏。就像菜刀一样，你可以拿它来切菜，但是有人拿它来砍人或者抢劫，不是枪杀人，是人杀人。我记得这个是一个著名的电影台词，不是 AI 骗人，是人骗人。我们接着看，他说国庆7天，雷总骂了6天。这个雷军在这个会上也吐槽。3月8日全国人大代表、小米集团创始人雷军在北京团小组讨论中谈起自己被 AI 换脸拟声的受害经历。刚开始我觉得是网友喜闻乐见，拿我开涮我也能接受，但内容比较低劣，多到不得了的时候就防不胜防，而且网友们也在投诉。有网友说去年11放了7天假，我被整整骂了8天。就是雷军谈他被 AI 恶搞的心路历程。大家看视频，雷军说他想起诉，但是发现没有专门的立法，说我们只能用影视权、肖像权、名誉权，但是这些法律你起诉你都有的量化损失。但是你说骂人、侮辱别人，这个损失怎么量化？也是这些名人维权也很麻烦。所以雷军建议针对 AI 换脸拟声等某一代表性问题，探索推出人工智能领域单行法，明确应用边界红线，完善侵权证据认定规则，加大对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施犯罪行为的处罚力度。我想大家恐怕多多少少也刷到了这个雷军语音包。去年国庆节期间，这个雷军语音包爆发式增长，引发网民调侃。国庆7天，雷总骂了8天。有人10月7日还在雷军的微博评论区留言提问，说雷总你最近怎么在骂人，引来雷军以3个怒的表情包回复。事实上AI 换脸拟声问题过去2年持续对公众人物造成严重困扰。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等中国媒体去年12月份纷纷报道，有中国商家通过 AI 换脸、合成人声等手段，将中国抗疫专家张文宏的面容如声音移花接木，用于直播带货，误导不少消费者。确实，张文宏好像后来出来辟谣，用张文宏的形象和人声通过 AI 技术，显得是张文宏在那带货。我记得好像加特老师也投诉过有人用加特老师那个用 AI 技术带货，显然这个肯定没这个吃了不少亏，因为你用加特老师那个人声形象带货，那基本上就是叫自取其辱。因为加特老师那19.9块的电影票都卖不掉，有骗子、不法分子，这真叫眼瞎，用加特老师形象去通过 AI 去骗人，这个可以叫双向奔赴，冲着加特老师去买东西的，这叫交智商税，种瓜得瓜呀，种豆得豆，也谈不上是被骗。言归正传，这个文章说名为邦话234账号上传视频，当中显示 AI 合成的张文宏售卖一种蛋白棒，不少老人信以为真，下单购买该产品。截至12月12日晚，该账号已不见这段销售视频，但商品出厂保留着蛋白棒
售卖页面显示已出售1266件，这个没少赚呢。这个张文宏受讯时说，这样的卖货账号还不止一个，而且一直在变。我多次向平台投诉，但屡禁不绝。他形容这假的 AI 合成信息就像蝗灾一样一再发生，像漫天飞过来的蝗虫一样害人。张文宏称也曾考虑报警，但造假者看不见摸不到，像幽灵一般难以描述，只能寄希望于相关部门加强监管。上海市消保委星期四就是3月6号说，未经当事人授权的 AI 合成带货行为已构成了对消费者的欺诈，呼吁监管部门严厉处罚。中国青年网发表评论指出，假托名人形象带货的做法一直存在，根本原因在于通过造假获取的收益大于受到惩处的风险与成本，呼吁官方加大打击力度，让违法分子付出更沉重的代价，才是最核心的治理对策。媒体报道说更早之前呢，沉浸了一段日子的华语流行乐坛的天后叫孙燕姿2023年4月在 AI 加持下复出，频频在中国视频网站亮相。AI 合成的孙燕姿在这些视频中翻唱各种歌曲，当中不少都获得100万点击率，比如周杰伦的《发与血》、南拳妈妈的《下雨天》以及王菲的《红豆》等。有媒体不完全统计这类翻唱作品超过1000首，数量远远超出孙燕姿出道20多年的作品总和。简言之AI 孙燕姿就是通过模拟训练和后期处理，让 AI 用孙燕姿的声音翻唱其他歌手的歌曲，音色佐以假乱真。说到这个明星靳东，说靳东中老年女粉被诈骗， AI 生成技术越见成熟，不少明星被换脸冒生，成为不法分子招摇撞骗，向明星粉丝讹诈钱财的工具。中国男明星靳东的中老年女粉丝就深受其害。根据光明网报道说，江西一名老人去年11月到银行办理银行卡，但手续不全又不肯离开。警方到现场后，老人表示要到银行贷款200万元给自己的男友靳东拍戏。民警查看老人的手机，发现他口中所称的男友大明星靳东是由骗子冒充，发布的视频也是由 AI 合成，但老人对网络知之甚少，对骗子所言所为深信不疑。上海市静安区法院今年2月3日则发布消息，指该院近日开庭审理一起假冒中国知名演员靳东诈骗案，对8名被告人作出一审判决，其中主犯被判有期徒刑3年。说澎湃新闻引述法院介绍，演员靳东忠实粉丝张姓女士2021年10月被拉入名为靳东明星的粉丝群，从2022年2月开始，她就在群里不断给一个叫靳东的用户充值打赏。不过不久后，靳东就以恋爱的名义加上张女士微信，从每天3顿饭的问候到深夜跟其聊家常，张女士逐渐在靳东嘘寒问暖中沦陷，先后转账近20万元，直至儿子发现后报警。张女士仍不愿相信自己的偶像就是诈骗犯。说报道指出上述案件并非个例，背后是一个有组织的有预谋的犯罪团伙，首脑是王姓嫌犯隔壁老王。2022年5月至2023年6月期间，陆续招募7人担任业务员，实施诈骗活动。这些业务员受王姓主谋指使，在抖音以及快手短视频平台上发布假冒靳东等明星或名人视频或音频，吸引中老年妇女，骗取对方信任，随后以上述假冒明星或名人身份与受害者在微信平台上开展网聊网恋，犯罪分子并诱导受害者与明星建立情感联系，最后以投资、公益、应援、网购、恋爱等各种理由索要钱款，通过微信转账等方式骗取多名被害人的钱财，共计31万余元。上海市静安法院受理后，以诈骗罪对8名被告宣判，王姓主谋被判有期徒刑3年，罚款5万，其余7人被判有期徒刑2年到拘役4个月不等，适用缓刑并处罚金。据人民日报报道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煤矿文工团团长靳东星期三在政协小组讨论中回应了 AI 换脸导致的诈骗问题。他说一些喜欢我影视剧的观众被 AI 换脸视频骗得很惨，这个性质非常恶劣，希望能够建立更好的规则。这番言论星期四说冲上微博热搜第1位。人工智能今年再度被写入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之际，不
少全国人大代表对作为双刃剑的 AI 发出警示，呼吁完善监管。其中，东浩南生集团上海工贸商务展览公司高管陈达本周在新民晚报采访中表示，尽管中国已经多次组织治理行动，取缔滥用 AI 技术的不法分子，但仍需在立法层面上进一步完善监管措施。中国电气制造企业 TCL 创始人、董事长李东生也认为，中国针对 AI 深度伪造欺诈已出台的规章制度尚不成体系，还不具备可操作的细则和明确的处罚标准。他建议从加快出台管理规章制度、明确惩罚制度、标识技术标准和发布管理、国际合作等方面加强 AI 深度伪造欺诈管理。陈达则呼吁加强对 AI 技术的立法监管，防止被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特别是针对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网络诈骗。在 AI 遇到自己不熟悉、不在知识范围的问题时，发挥想象力，编造难以辨明真假的细节，生成与事实相悖的答案。本周也吸引更多中国舆论关注，担忧使用者被 AI 幻觉与虚假信息误导，针对大模型生成幻觉数据充斥网络带来的危害。全国人大代表、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建议，官方针对 AI 生成内容研发幻觉治理技术和平台，定期清理幻觉数据，为公众提供幻觉信息检测工具与服务。这个文章最后说，一向维稳至上的中国，目前也非常需要趁 AI 之风，借助创新驱动新一波经济复苏增长。当局能否在确保社会秩序免受新科技严重负面影响的同时，也兼顾保障创新持续不受钳制，活力继续得到释放，由此达到发展和管制之间的良好平衡，相信将会是外界对中国这股 AI 旋风的下一个观察点。这是联合早报它的一篇文章，它是根据最近两会这么多代表和委员都聚焦 AI 换脸诈骗这个乱象，这些委员纷纷建议立法，引起各方面关注。所以我也来谈一谈我对 AI 换脸诈骗乱象。委员这么多代表在这么高规格的会议上面，以亲身案例，他们本人是受害者，比如雷军，比如这个靳东，还有张文宏，对吧？他们都是受害者，他们以亲身经历在讲述 AI 诈骗的危害以及对 AI 这个立法必要性。但是我的观点就是他们都没有说到点子上，没有说到根本问题。什么诈骗？ AI 诈骗、电信诈骗，归根结底还是一种诈骗。 AI 诈骗只不过是工具翻新，一说到诈骗，那大家就心里有数。这个电诈到现在杜绝了吗？当然，如果说杜绝这个要求太高，但是为什么咱们这个电诈花了这么大力气去打，但是电诈还是层出不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实际上是反映出咱们这个韭菜咱们中国人是不是叫易骗体质？我记得我在以前节目说过了，这个诈骗全球都有，美西方也有诈骗，俄罗斯、乌克兰都有诈骗，但是为什么华人之间的诈骗好像更加突出？尤其中国人，尤其国内，那就更加突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从这个被骗者这儿也得去想一想，为什么是什么导致他们这么容易上当受骗？为什么张文宏说这个药好，那别人就会不加思索的就要去买？我觉得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如果头同一头，脚同一脚，治表不治理，像这些代表和委员说的一样，那有什么用？电信诈骗也立法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个诈骗你很难杜绝。所以说首先还是土壤，怎么样提高网友或者是消费者他们辨别能力，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提高他们的认知，不要迷信，不要崇拜。如果你不从这方面下手，那今天是 AI 你要管，明天是元宇宙你还得管。 AI 出来个 AI 立法，元宇宙来个元宇宙立法，以后再有什么新技术出来，新技术都要立法。立了那么多法有什么用呢？这叫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比如说 AI 换脸，这个文章里面也介绍了这些骗局它分了4种情况。一种就是借名人表达立场骂人或者怎么着，对吧？借名人之口把这事情说出来，雷军就是受害者。还有个什么呢？侵犯明星的这个声音权利，就是用孙燕姿的声音去合成其他的歌手唱的歌，给人感觉既侵犯了孙燕姿的权利，又侵犯了其他的这个歌曲的这些版权、著作权。那第三种就是用名人去带货，张文宏是受害者，用他的形象、用他的这个声音和他的叫知名度或者威望搞直播带货。加特老师也应该也是受害者。第四一种是赤裸裸的诈骗，靳东就是受害者，以靳东的名义冒充他
去诈骗。这4个方面实际上跟 AI 关系都不大 ，AI 只不过是个工具。比如说借雷军的口去表达观点或者攻击别人。自古以来有之啊，这不是今天才有的事。AI 只是让这个事情看起来更像是真的，更像是雷军说的。我们从近的往远的说，大家记得吧？现在网上就是 AI 出来之前，那网上流传最多的都是易中天的名言、莫言的名言，各种各样的名言。实际上他也不是易中天说的，也不是莫言说的，但是别人都是借他的口来表达一种观点啊，很多时候都是比较尖锐一点，对现实不满，有的是仰慕他的才气，借他的口直说。比如说莫言有一次讲了个故事，他说他在一个饭局上，有一个女同志说给莫言敬酒，说他特别仰慕莫言，特别喜欢莫言的诗，当场就朗诵了一首莫言的诗。莫言听完之后说这个诗写的真好，要真是我写的就好了。这是莫言说的。那为什么不是莫言写的诗，别人非要以莫言的这个名义往外传播？明明不是易中天说的，但是后面破折号易中天非要这么宣传，这玩意也是由来已久。这个事情往前推，你可以推到明朝，这是我个人的理解。明朝出版业印刷术突然爆发，一下火了。那你想出版商这没有多少东西出版，非得找内容，就跟做自媒体是一样的，搜肠刮肚的到处找内容。但是你那时候出版顶多就是一些小说，但是都不知名。出版什么诗集名人的诗集就那么多，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搞一搞就没了，怎么办？所以明朝的那些搞出版的人，要么就是自己编造，编一首诗就安到苏东坡或者安到一个不太出名的人头上，比如说岳飞，要么就把别人写的诗，不出名的人写的诗，把他名字换一下，换成李白，换成个名人的。当然，它是造假的技术也在提高，让你不太容易考证出来，这成了一个冤案。无非就是想借名人的口，这样提高他的地位，这样出版才有人看，才能卖得多，才能赚钱。你看，跟现在的什么话都是易中天说的，或者都是莫言说的，为什么传播的远，传播的广泛？你要是说躺平书说的，没人看，谁不在乎？不就这道理吗？这个过去就这么干，所以到现在我们很多书、很多作者恐怕都是假，要不然你看啊，4大名著这4个作者到底是谁？到现在还是一本糊涂账，这样的事很多。我说的这是第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出版商、这些卖书的想要赚更多的钱，他就借名人的名义传播。第二个就是文字狱，这个时候这作者啊，原著他倒不是说想赚钱，他是为了害怕文字狱要抓他，所以他就借别人的口说话，表达不同的观点。他不能说是我说的，对吧？他说这是岳飞说的，或者说是白居易说的，写的小说不敢署名，也是胡编乱造一个，这是避免秋后算账。要不然你光明正大的说自己的观点，你反正你支持那个。问题是从明朝到清朝都是文字狱，那到后来没有什么改善。明朝民国初期有那么一段时间相对比较自由，什么黄金10年还是黄金30年，自那以后一直到现在有话不敢说，只好借易中天、借莫言、借雷军的嘴说出来。借雷军的嘴说话未必是为了利益多赚钱，很有可能是一他的影响力大，传播范围广，第二个害怕追责。你看这是雷军说的，不光我的事。那针对这种情况，你给 AI 立个法有什么用呢？像这种情况，你更多的是要营造一个宽松的言论环境，让人敢畅所欲言，这样尽大可能的减少那种非要假托莫言、易中天来说话，来表达一种不满或者是建设性意见。第二个呢，也得破除迷信崇拜，也就是这些网友、韭菜、受众不要迷信个人，不要崇拜某个人，只要他活着不值得崇拜，死的也不值得崇拜，这样就减少这个叫上当受骗。关于带货，这就比较简单了，也是破除这种崇拜迷信。为什么直播带货？你比如说过去的小杨哥、什么辛巴，还有什么李佳琦，他为什么动不动一带货的一年都是一场都是几千万上亿的，一年都是几百亿？为什么这么大的量？某种程度上他的话术让很多网友相信了他的人设。事实证明这人设都是假的，对吧？他一样会搞假货，以次充好，坑蒙拐骗，最后塌房。还是破除迷信，破除个人崇拜。关于对吧，京东这样的直接就冒充京东的这个名义诈骗，这就更是个人崇拜。关于孙燕姿，这就比较复杂了。说音乐它有版权，有著作权，它的旋律，但是这个声音有没有版权，有没有著作权？我模仿你的声音，你的声音是就是你这种音色，你这种说话这种
音频是你的版权吗？是你独有的吗？这个确实是新问题。也就是那种模仿别人唱歌违法吗？这不是咱好多电视节目都是模仿秀吗？模仿你的声音唱别人的歌，你说这个到底侵害谁的权利？就你说话的特色、音色是不是你的独有权利？那你走路的姿态，那你对吧？说话的表情是不是也是你独有的这个权利？就这些，我觉得确实也值得商榷。一旦某个明星他确权，说我这种说话音调，我这种音色是我独有的，你们那就言下之意就是你们不能跟我一样。那你说对吧？全世界这么多人，万一有个人生下来之后，他音色、说话调调跟你一样，那他还活不活了？生下来就侵权了，所以这个比较复杂，这个肖像权。所以说，关于 AI 换脸这个诈骗，你把它来分析去，归根结底还是要提高韭菜，提高这些受众他们独立思考、逻辑思维能力，破除迷信、个人崇拜、无脑崇拜、盲从，这个从这儿下手，你才能解决这些什么诈骗的问题，否则就是扬汤止沸。这个不是说我们不能打击这个诈骗，诈骗也要打击。我们有句俗话叫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什么叫上梁不正呢？为什么我们诈骗叫层出不穷？这个 AI 这个新的技术大家还没玩明白呢，骗子已经用上了。为什么诈骗这么猖獗，对吧？一方面是土壤问题，因为这个傻子太多啊，野蛮生长，不骗骗子都不够用。实际上归根结底就是上梁不正，对吧？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弥漫的都是互相欺骗、阿谀奉承、说假话，那你说这个风气好得了吗？骗子无非就是和尚摸得我也摸得，你能割韭菜我也能割。骗子他不觉得韭菜是国有资产不能碰，允许你收割，凭什么我不能割？所以我们的 AI 什么 DeepSeek 刚出来，说这玩意儿怎么赚钱，对整个的科技进步到底有什么正面影响，这还没整明白的时候，那些骗子已经开始赚了一桶金了，就是教你怎么使用 DeepSeek， 对吧？ DeepSeek 各种培训班雨后春笋一般出来，你上面在忽悠什么 DeepSeek 什么创新，这叫上梁不正，那可不，这骗子就趁虚而入，你忽悠他也忽悠，对吧？整个社会处在一种亢奋状态，互相忽悠的状态，骗子有了可乘之机。总之啊，骗子要打击，严厉打击，但是你这个韭菜，你这个土壤不改变，你这个善良自己不端正，那这个骗子是打不绝的，会以各种形式冒出。所谓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